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今本日来到大家介绍一下属狗的很多爱黑你给你啊。阿文哥为大家选的这一首是林于文小姐唱的《我是你的人》啊。那这个首歌作词作曲者呢是林子渊老师。那蛮多人翻唱过的，而且这首歌已经有我想大概有30年的历史了，这么久了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很多人唱过。那我在 YouTube 影片上面听啊，发现只有林媛小姐唱的那个发音啊，真的是比较标准的，所以我们来用她这个影片来做歌词的分析。好，选这首歌是让大家能够入门唱客家话会比较顺利啊。为什么？它歌词真的蛮简短的，然后又蛮有含义的。好，来。爱黑你爱你，哎，那个副歌唱的，他唱成该呀，哈，应该是口音的问题，应该爱黑你给你，哈，爱黑我是你给就是客家话讲的啊的介系词啊，就是给啊，你就是人，爱黑你给你。来大闸椰子，我唱错，大闸金子松本你啊，我也是常常被其他歌曲之后一点影响哈。他这边大闸，我们客家话那个你去打一只金戒指，打一只就是做一个戒指啊，去买一个戒指叫做大闸，打一只的意思哈。椰子，他这边是唱我们金字哈，其实真的要唱成金字啊，因为我们客语哈戒指叫做金字啊，因为他听太多首歌了，都被他影响了。那个国语字面上是讲成戒指，所以有很多的歌手呢，他都把它唱成椰字，那是直译法不对。我们客家话应该叫做金字。你如果打那个戒指两个字去查客语字典，它出现也会出现禁止。就是拿那个一个禁止你去哪里的那个禁啊，手指的指啊，金字啊，松本你，松就是送，本就是分。那客家话讲松本就是送给的意思啊，本就是给的意思。松本你啊，我打一只戒指啊，送给你，大扎金子松本你。表示爱心意，我打一个戒指来送给你啊，表示我的心意呀、啊。这个表示，注意一下发音，它是 表示。那有的人会唱成表示啊，那个应该是被国语的发音影响了。真的，我们讲国语习惯了，有时候真的客语发音的时候会被国语的发音所干扰。表示不是表示哦，哈，表示爱心意，爱就是我心意，我的心意。好，来，来，今生就爱你，莫爱撇下你。今生，今生啊，爱你一生一世那个今生啊，我这辈子啊，今生就爱你啊，这边是就爱你，字面上叫就爱你。那客语呢，要念成秋。那个像阿文哥平常啊在家里讲，我们都发成啾啊。那个应该是要念成秋才对了哈。今生秋爱你，念成了啾 G 的音啊，那就是被国语影响了啊。今生秋爱你，莫爱不要不爱莫爱撇下你，撇下就是别人，撇下你就是别的人呐、
不爱别的，我就爱你一个，我不爱别的人了。pesa，好，这边要注意一下那个 pe， 别人的别，四线腔是发成 pe pe 啊，如果是海陆腔是发成撇，好，是不一样的。那个我们要念这个首歌是四线腔，所以你要发成 pe， 好，也不要被国语影响，国语它是别嘛，所以有人会唱成别三音，哎呀，这就是麻烦了，听起来怪怪的。所以今生手爱你，莫爱别三音。望你出外做女鬼，哎呦，望你啊，就希望你出外做你早一天回来做女鬼啊。然后再下去，金字带数字，等等挂才行，就是我送你的戒指在你手指上面哦，你要记得我的叮咛，你要挂在心头上。什么叮咛呢？就是下一句歌词就会出现了。哎呀，叮咛要挂在你的心头上啊。就是我像我男女朋友，或者是你通常是结婚了嘛哈，夫妻结婚就戴戒指，什么意思？你要知道啊，你有是有翁的啊，你是有某的人啊。你有老公有朋友的人哦，不要乱来哦。你有戴戒指啊。好，来我们看下一句。那句叮咛就出现了啦，千万记得，千万要记得，要记得哈，要记得，爱是你给你，我是你的人哦。你戴着戒指呢，记得我是你的人哦，你心里要有我这个人，这样。还要记得什么呢？还要记得不管啊，相逢都那时，相逢哪时候才会相逢？不知道。不管相逢到哪时，一心为你等下一，这边省略了爱了哈，我就一心要为你等下去哦，你不要出门就不回家啦，真是要记得回来哦。所以千万记得，千万记得我是你的人，出门不管你多久啊，我都一心为你等下去哦。其实这个形容一个客家女性送她先生出去外面工作送行的时候，那种心里的纠结啊，然后又不是很敢说出来那种情绪哈，蛮含蓄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不解释了，因为这歌词完全重复，所以说阿文狗啊才会说介绍这一首歌给你们来学习，很棒，因为歌词很简短，含义有深长哦。来，接下来我就播一句来，直接附送一次。大闸金子送本你，表示爱心意。今生就爱你，莫爱撇散你。望日出外做日鬼，金字带数字，等人挂彩心。千万记得爱是你的你。不管相逢多耐时，一心为你等下去。以上这首就是我们的爱黑你给你了，那后面是还有一小段我就不重复赘述了哈。那
各位如果要上 YouTube 去听的话，可以建议你们搜寻的是林于文唱的这一首哦。他唱的发音比较标准，应该是说99%的标准，就是那个“就”那个字稍微有点不一样而已。那阿文哥其实以前唱的时候，还没抄唔抄？为了解释这首歌，我上去查了字典来说，原来我小时候发音也有点错误，所以各位记得就要念成秋啊，表示是表示啊，那个别人啊，撇撒你不是撇撒你啊，了解一下。重点在那个戒指，我们要讲金字，金字啊，不是跌字啊，那音不一样，用词汇不大一样啊，差很多啊。那大家来学正确的客家话，那也希望在影片的最后呢，希望我们新世界乐团，希望阿文国的各位听众观众们能够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来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客家好听的歌曲，一起来多学一种语言也是蛮好的。客语也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源远流长的文化，也是我们古老的语言哈，是蛮棒的。好，以上就是今日阿文哥送本大家嘅，我係你嘅你啊，拜拜，安子 say 什麼你哦。